大家好，今日我哋要探討嘅主題係教育情景中辨識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喺教育裏面嘅應用，核心目標係提升學習同教學嘅體驗。例如 AI 可以根據學生嘅學習進度同興趣，提供個性化嘅學習內容，令學生更有效率咁吸收知識。同時，老師亦可以利用 AI 輔助教學，節省備課時間，更加專注於學生嘅需求。不過，隨住技術發展，我哋都要謹慎處理公平性、隱私保護同倫理問題，確保 AI 嘅運用唔會造成任何不公或傷害。另外，人工智能仲透過創新嘅工具同資源，提升整個課堂嘅參與度，例如互動式教學平台、虛擬實境應用，令學生可以喺更生動嘅環境下學習，增加學習動機同效率。呢啲技術唔單止支援學生，亦係教師喺教學策略上嘅強力助手。總括而言，教育中引入人工智能係一個大趨勢，點樣合理運用同監管，係我哋未來需要持續關注嘅課題。喺現代教育嘅發展過程中，人工智能工具扮演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佢哋可以自動化處理好多繁複嘅重複性任務，好似批改作業、整理學生資料等等，令教師唔使花咁多時間喺行政工作上，反而可以將更多精力放喺同學生互動同教學內容嘅提升上。呢個轉變唔單止提高咗教學效率，仲令學生感受到更多嘅關注同支援，真正做到因材施教。除此之外，人工智能系統仲有能力提供個人化嘅學習體驗，透過分析每位學生嘅需求同學習偏好，系統可以調整教學內容同方法，幫助學生喺最適合佢哋嘅節奏進行學習。呢種個別化嘅學習唔單止提升學生嘅學習動機，亦有助於加強佢哋嘅理解同記憶效果。再加上人工智能技術喺數據分析方面嘅強大功能，可以為教育者帶嚟寶貴嘅洞察。透過深入分析學生嘅學習行為數據，教師可以更清晰理解教學中存在嘅問題同改進空間。利用呢啲數據驅動嘅教學決策，教育工作者能夠優化教學策略，同時提升整體教學質量，達到更好嘅教育成果。總括而言，人工智能工具喺教育領域嘅應用唔只係輔助，更係推動教學革新嘅重要力。佢哋幫助教師節省時間，提升教學效率，並且以數據為基礎，實現真正個性化同精準化嘅教學。未來，隨住技術不斷進步，我哋可以期待人工智能喺教育中發揮更大嘅作用，為學生同教師創造更加美好嘅學習同工作環境。跟住落嚟，我哋要探討嘅主題係教育情景中常見嘅3種人工智能應用，包括適應性學習平台、智慧輔導系統同人工智能為基礎嘅評估工具。我哋先嚟探討一下適應性學習平台，亦即係 Adaptive Learning Platforms。呢啲平台透過人工智能去定製教育方案，為學生創造量身訂造嘅學習路徑，令學生可以依自己嘅步伐嚟學習。系統會根據學生嘅表現同反饋，即時調整學習內容同難度，從而提升學習效果同動機。呢種動態調整機制，確保學生喺整個學習過程中既有挑戰性，又能獲得適當嘅支持。內容會隨住學生答題嘅情況變化，難度會自動調整，幫助學生強化佢哋嘅薄弱知識。同時，呢啲平台會定期做稽核，確保學生群體之間公平運作，避免演算法出現對特定群體唔利嘅偏見。例如，自動評分系統唔應該因為學生嘅寫作風格不同而俾低分。預測系統亦唔應該基於歷史偏見，錯誤標籤某啲學生為學習困難。此外，推薦算法亦唔應該因性別或者背景將學生引導離開 STEAM 領域。呢啲公平性措施對確保教育資源分配合理非常重要，特別喺人工智能影響教育嘅時代。好似 Knewton 同 Khan Academy 呢啲平台就利用人工智能提升學生嘅學習參與度，為佢哋提供針對性嘅學習資源同個性化學習路徑。Khan Academy 最近推出咗 Khanmigo AI 輔導助手，利用蘇格拉底式提問，幫學生更深入理解學習概念。呢啲先進技術唔單止提升學習效率，仲能夠激發學生嘅思考同好奇心。整體而言，適應性學習平台透過智能調整同公平監管，正面改變緊教育嘅面貌。智慧輔導系統係一種先進嘅個人化人工智能服務，佢提供全天候嘅學習資源，令學生可以隨時隨地學習。更重要嘅係，系統會即時對學生嘅表現作出回饋，幫助佢哋清楚了解自己錯誤所在，並及時調整學習策略。
呢啲功能大大促進咗學生對知識嘅深入理解，同時提高咗學習效率。使用智慧輔導系統嘅教師必須接受專業培訓，了解如何保障數據隱私同負責任地實施 AI 技術。只有確保學生嘅個人信息得到妥善保護，先能建立起師生對系統嘅信任。例如台灣學校採用嘅 HiTeach 智慧教學系統，就結合咗多種教學同互動工具，能即時掌握學生嘅學習狀況。呢個系統能協助教師喺課堂上針對學生嘅學習盲點進行診斷與調整，仲會考慮個別差異同任務分配，確保每位學生都能得到合適嘅學習支援。透過人工智能嘅教學效果顯著提升，學生嘅學習成效更加理想，老師教學負擔亦有所減輕。此外，HiTeach 系統提供即時回饋同互動功能，令課堂氣氛更加生動有趣，學生參與度大幅提升。當學生喺積極參與嘅環境下學習，佢哋嘅理解力同記憶力自然會進一步提高。總括而言，智慧輔導系統不但革新咗傳統教學模式，更為教育帶嚟全新嘅可能性。喺現代教育評估方面，人工智能嘅應用可謂係一場革命。透過自動評分系統，教師唔單止可以節省大量時間，仲可以得到更客觀同準確嘅評估結果。同時 ，AI 系統能夠持續追蹤學生嘅學習進度，並生成詳盡嘅回饋報告，令教育者可以更專注於為每位學生度身訂造個人化教學方案。例如，香港可持續發展教育學院嘅智慧健康學校大數據實驗室推出嘅人工智能與課堂教學分析應用項目，就成功將 AI 技術帶入課堂互動分析。佢哋利用大數據收集同分析學生嘅課堂行為，建立咗一套科學嘅課堂互動編碼體系，從而自動將課堂對話依照標準化嘅編碼進行分類。更厲害嘅係，呢個系統能夠將分析結果以可視化圖表呈現，幫助教師清楚掌握課堂互動嘅質量同結構，從而優化教學策略。此外，呢個多語學分析系統涵蓋英文、中文同粵語，喺全球教育科技領域都屬罕見，促進咗多元文化背景下嘅教學研究與實踐。總括而言，透過人工智能改革學生評鑑流程，不但提升咗評估效率，亦加強咗教育者嘅教學質量，為學生帶嚟更有效嘅學習體驗。未來隨住 AI 技術不斷進步，教育界將會見證更多創新同突破，推動整體教育質素向前發展。保障教育中人工智能嘅應用安全真係一件非常重要嘅事。人工智能技術雖然帶嚟好多便利，但如果冇做好安全措施，隨時會出錯，甚至影響學生嘅學習成效。所以，我哋必須確保所有用人工智能嘅系統都符合最高嘅安全標準。公平性同透明度係人工智能喺教育中應用嘅基礎。教師需要定期檢查人工智能嘅輸出結果，確保冇偏見或者錯誤。此外，持續嘅培訓都好重要，咁先可以提升教師對人工智能系統嘅理解同埋問責意識。最後，確保評估既準確又公平，亦係惠及所有學生嘅關鍵。喺教育工作者整合人工智能嘅過程中，隱私同數據安全係最重要嘅考慮之一。學校必須確保學生嘅身份資訊唔會被輸入系統，並且對學習數據進行匿名化處理，保障學生嘅私隱安全。除此之外，採用加密技術、安全伺服器同訪問控制都係必須嘅措施，而且定期安全審計幫助識別漏洞，制定明確嘅數據刪除協議，確保資料唔會被無限期保存。透明度同取得用戶同意亦係關鍵。學校應該向家長同學生清晰解釋人工智能工具會收集邊啲數據同點樣用，務稽同透明。而且家長有權選擇學生唔使用某啲 AI 工具。學校仲要提供替代方案，以保障學生嘅選擇自由。解決演算法、偏見同公平性問題係教育界面對嘅挑戰。定期審查人工智能系統，確保評估公平，避免誤判少數族裔或者有特殊需求嘅學生。例如自動評分系統唔應該因為學生寫作風格有別而俾低分，預測系統亦唔應該基於歷史偏見，將某啲學生群體標籤為學習困難。務求每個學生都能公平享受 AI 帶嚟嘅教學好處。教育工作者嘅培訓同監督亦非常重要。教師與學生隱私相關嘅法律，並且知道點樣喺使用 AI 工具嘅時候保護敏感資料。有時教師可能唔經意輸入學生姓名、地址或者殘疾資料，造成私隱外泄風險。此外，教師應該定期審查 AI 系統嘅建議，
唔可以盲目接受，要確保 AI 嘅決策符合實際教學需要，從而確保負責任使用 AI 技術。最後，培養學生嘅批判性思維至關重要。教師應該設計課程，引導學生思考人工智能喺社會同教育中嘅角色，令佢哋理解 AI 嘅能力同限制。學生要學識質疑 AI 生成嘅內容，同時識別網絡上嘅假訊息。雖然 AI 喺分析學習模式同提供即時反饋方面表現優秀，但教師喺指導、激勵同人民關懷方面仍然不可替代。總括而言，人工智能喺教育中有巨大潛力，但教育工作必須謹慎平衡創新同倫理考量，由保障學生私隱、確保公平評估，到教師嘅培訓監督，再到培養學生嘅批判思維，呢啲都係不可或缺嘅環節。只有咁樣，人工智能先能真正成為提升教學質素嘅有效工具。喺今時今日，學校引入人工智能技術去支持教學，實在係一個大趨勢。不過呢個過程中，人為監督機制嘅建立係絕對必要，因為人工智能嘅決策未必完全符合教學嘅實際需求，亦都要避免學校過度依賴呢啲技術。例如 AI 工具應該設計得包容多元，特別係要確保殘疾學生、弱勢群體以及語言少數族裔嘅學生都能夠平等受惠，而唔係被邊緣化。同時，學校亦需要為教師提供足夠嘅培訓時間，讓佢哋熟悉及掌握呢啲新科技，仲要同家長積極溝通，解釋點樣運用 AI 輔助教學，確保得到家長嘅理解同支持。另外，喺推出 AI 教學項目之前，學校必須安排充分嘅試點測試，唔好急住全面實施。測試期間可以收集教學成效及學生反饋，從而調整 AI 系統，確保佢真正幫到手。人工智能喺教育中嘅應用，的確有機會帶嚟革命式嘅改變，例如推動個人化學習，提升學生參與感同學習效果。但係正如所有新技術咁，倫理同公平性嘅問題亦唔可以忽視。維護教育嘅人文價值同學生福祉係我哋嘅首要任務。透過持續嘅教師培訓、家長溝通、系統審查同嚴格監督，我哋可以確保 AI 技術係為所有學生服務，而唔係加深教育不平等。